港每一個家庭都值得擁有一個安心美好嘅家。Union Design 聯營設計10年嚟一直堅守初心，以創新同埋專業為香港構建理想嘅居住環境。我哋深信裝修唔單止係改變一個單位嘅外觀，更加係改善生活質素嘅力量。聯營設計透過專業嘅設計師、工程團隊、驗樓主任，幫助無數嘅家庭解決裝修煩惱，創造價值，守護每一個家嘅夢想。公司擁有香港樓宇檢驗學會認可嘅驗樓主任團隊，而且多年嚟榮獲業界嘅肯定。喺2025年，我哋榮獲貿思設計銀獎、亞洲企業大獎、新城財經台品牌成功路嘅專訪等多項獎項，而且喺8月，我哋亦都榮獲香港愛心企業連線頒發嘅愛心企業感謝狀，更獲得資本雜誌2025非凡品牌大獎及由 FeeStep Up Limited 頒發嘅 The Smartest Business Award 2025最值得信賴室內設計團隊。除咗業務發展，聯營設計亦都關心環境同埋社區。喺公司全新嘅辦公室嘅戶外天台空間，我哋安裝咗大量嘅太陽能設備，推動再生能源嘅應用。與此同時，天台亦都被美化為一個多功能活動空間，對外開放俾社會團體同埋市民使用，更加設有綠化嘅種植區，免費提供俾唔同嘅社區組織同埋慈善團體使用，將企業嘅資源轉化為社會嘅福祉。喺超過400個裝修案例、200個業主訪問，我哋亦都得到國際媒體好似 NBC、霍士新聞、USA Today 嘅報導。聯營設計嘅故事唔單止係一間公司，亦都係見證香港幸福嘅里程碑。Union Design 聯營設計好榮幸成為2025年香港愛心企業，我哋會繼續以誠信、專業同埋愛心推動綠色發展，亦都守護香港更多嘅家庭，創造更美好嘅未來。